从旧道路到新道路，现在改变很多。所有我们的南99线，整个对地方产业方面非常的，对地方农特产品非常有利。这条路做好了，对咱东山呢帮赞足大，互咱的农民呢直接运输农产品非常的便利。这条道路呢，经过咱的东湾老街，跟咱青山的老街，致使了咱东山遮呢产品运输方便以外，嘛带动周围的观光，尤其咱的林安森林步道希望大家有时间，囡仔甲许大人会使拢来体验咱东山的森林步道。这个所在非常的好，从有南99、有104-2、105，还有175线，还有104线，总共的长度大概将近了35公里。那改善了大概有道路的一个路基的基底的改善，还有把一个大家比较诟病的人手孔把它下地，然后增加一个人行走的一个空间，还有把相关的周围的一个学校串联起来。那这个工程的总经费大概是2.44亿。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剪彩，东山黑曜金咖啡公路周边观光路线道路完工通车。在去年的差不多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开工。那我们知道山区的道路又多又窄，然后事实上路况也很久都没有修缮了，路况并不是很好。那我们不能只重视城区市区的道路的这个路平，我们更要重视农路以及山区道路的一个堪用。那我们把这个道路整修好，农民的农产品运输更方便，人员进出更便利，以及观光客来也更顺利所以说，我们希望后续的农路的整修以及产业道路的整修计划，我们陆续来进行，也感谢中央跟地方的协力配合，中央也帮忙补助经费，地方也自筹经费，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为了庆祝台南401个特地纪念的时刻，永有府城城墙内唯一一间三山国王庙，特别甲市警局第5分局合作，推出全府城第一件限量联名的小新衣，就是用迷你古锥的警察制服甲配色，正面就是山顶独山国王，搭配城门背景的设计，相当精致有内涵。相逢伫农历7月进前，第5分局长洪凤英率领相关主管，甲三山国王庙主委陈东明等善心代表，共同来到庙内分享虔诚祭拜，同时进行小心意平安符的过炉。会中采用扑啊声甲炮啊声的助阵完成仪式，保庇市民甲警察拢出入平安。非常感谢三山国王庙这次跟我们5分局一起来推出这个小神医，保佑我们这个全体的市民，所有的用路人能够交通安全，另外身体健康，在这个治安的方面跟我们一起来守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南4白，然后加上我们独山国王我们庙都是山王在出门所以说这次前面会以山王，然后可以跟警察一样，就是他们也是外出执勤，然后我们山王也外出可以希望说可以保佑我们台南市民以及5分局的辖区可以平安这样子。小心意过路以后，分局长会以精神予分局全体环境，现场先退掉的拢相当欢喜，真有纪念性。拿到这一刻真的是它的设计很特别，很好看，觉得很兴奋。对，来保平安这样子。对，守护执勤安全。小神医的宣传活动，感觉很有荣幸刚好跟我们派出所立人所代号四东洞一样，也是府城400年。三山国王庙也是台南庙宇的指标性庙宇所以真的是很荣幸参与这个活动。
三山国王庙是国定历史古迹，建立伫1742年，主要是全台湾保留上完整的潮州式建筑，当时嘛是府城的行政中心。前阵仔因为受护工程封闭，目前开放正电甲韩文公司，但所有建筑才未完成得全部开放。双方嘛希望透过这摆合作，将府城有历史特色的庙宇推广给更较侪人认识。三山公庙。小心翼翼伫过路前询问度的真悬，毋过因为限量，第5分局将当作宣导治安甲交通的精品，并无对外，请介意的民众密切注意分局无定期伫粉丝专业的活动消息。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申请着市府文化局的协助经费，赤坎社区发展协会举办普渡公灯工作坊。这是台南市社区头摆举办。赤坎里面有20几间庙宇，然后刚好这次文化局的社造课程、社造计划，然后我们赤坎社区就去申请做一个技艺传承的一个计划，然后刚好第一堂课就是做普渡公灯的制作。普渡公灯种类真多，举办协会以布做材料，伫布面上彩画，写着各种吉祥的文字，完成的成品会当扎登去厝。普渡公灯上面有歌集，那有的会插香，它算是对于这个路过的一个敬意这样子。对，然后这一次用的这个方法，其实跟我们古早在使用的一个做的方式，其实大同小异。那本来这种普渡公灯本来就是各家各户自己有点 DIY 自己动手做，所以每一家每户做出来的方式形式都不太一样，然后每个地区做出来也都不太一样。有家长带着小朋友斗阵参加这个手作课程，除了家己动手制作，会当印象深刻，嘛会当学到台湾的传统文化。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有热爱那个传统艺术，动手做，我觉得动手做小朋友就非常有印象。因为我喜欢这个东西，台湾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伫农历7月初1开始。家家户户伫门口会点一拍地雷亚的高压灯，其实这是几位特殊的习俗，目的是替好兄弟点一拍路灯指路。如今已经真罕见，透过工作坊的课程，让这项传统技艺会当传承。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有力议员陈义丁、蔡宏全以及青果西施号称的严家龙理事长共同发起的爱心活动。结合台南市社会局推出公益的文旦礼盒，主打一箱10斤，你买一箱，阮搁再捐一箱，由着社会局来分送给弱势家庭。连续4年，在中秋节的前夕哦，那结合很多的这个爱心团体，还有在地的社团一起来关怀我们的弱势哦，就是您买1盒，我们再帮你捐1盒哈，1斤1盒是10斤，1盒700块哈。那我们的目标希望能够募集750盒哈，来在中秋节的前夕来关怀我们的弱势的家庭哦。那我也谢谢我们的发起人严理事长哦，已经连续4年了，那也期待说抛砖引玉，也鼓励大家踊跃的来认购来协助我们的弱势的朋友能够在中秋节过个好节。那也知道说最近风灾的影响，其实我们整个农作的收成都受到蛮大的影响，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关心我们在地的果农，所以也感谢我们的严理事长发起这么有意义的活动，也鼓励大家多多来认购，来协助我们的果农，也协助我们的弱势朋友度过这个温暖的这个中秋佳节。社会局这边会已经有规划将这些文旦礼盒分别送到我们大台南市的一个儿少的据点弱势家庭，还有身障小作手皆有，还有私立的一个人家的一个育幼所的一个这些孩童希望我们这种社会的一个温馨的这种义举能够引起也算是抛玉引玉不是抛砖引玉，是抛玉引玉让社会大众来共同的响应。主办单位台南市巴亚国际药进协会创会理事长严家龙表示，为了支持在地果农，同时嘛关注弱势来做公益。今年的目标预定750箱，整箱的礼盒除了有民间企业来捐助，另外一间定买100箱，还佮加上有够保庇的保证1个。
我们就来买一盒捐一盒，由嘉颖这边来联合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理事长们、各界的精英们一起来合作，因为我们本来就要送礼的，礼轻情意重。那我们的情谊是怎么来？我们就来捐给我们的弱势团体。那在这边也很感谢社会局的大力协助啦，那可以让我们，因为我们有时候要捐，不知道捐到哪里去。好，那透过社会局这边协助，让我们可以帮助到750个家庭，非常的感恩虽然距离中秋节还阁有1个半月的时间，不过伫个活动宣传起跑以后，马上有企业连捐200盒。主办单位希望各界会用踊跃响应，互台南的爱心甲善行会用互更较侪人来看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工人无用着甲一人一人的关庙面撒到外口拍日头，旧历7月就要来到，热门的中原普渡贡品关庙面出货量比平常时至少加2成以上。也毋过经济站受风台影响，产量减少。听讲今年产量足少的，即间来拄好，佮买得我足欢喜的。往年有这个经验，所以讲，阮会甲阮外销的订单往正1个月去排，也是退后1个月来做安尼。替外销的订单来补国内货，关庙面是以拍日头的方式制作，所以天气就足重要。业者把握着这几天的好天气，把面摕出来拍。不过嘛要细腻，中昼过后会落雨。只要有乌云紧的趁还袂落雨之前大家拢紧冲冲出来好啊！面条所有的面拢讲紧甲冲落来。面若是压着雨就会生菇，所以有的厂家直接甲厝顶变透明的，方便采收，甚至会用打色式来辅助。也毋过业者强调，关庙面一定要拍着日头，因为自然风会甲水分带走，直接烘好干会影响面的口感。强制甲塑胶打，伊是变做切，伊毋是变做是 Q 钉。拍破传统咧，增加产能就是用半烘半拍，用砍手。我毋免惊讲我面做袂出来。关庙面常常会放供庙做贡品、纪念品送互信众，也是有机关、慈善团体大量购买，捐赠落雪，用度非常的高。即马订单会当讲是供不应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2024青梅画展优惠个展。1号上午，伫个南区区公所的艺术空间来举行开幕式，包括南区区长肖秀华、画家赖青梅，还有真侪艺术协会理事长、赖青梅画家的老师、校长甲教授等参加。现场聚集了袂少的艺术家，互南区区公所充满了艺术人文的气息。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南区区公所的2楼有这样子的一个艺术空间。那长期以来，我们就透过跟艺术家这样子的一个结合，让所有来公所洽公的民众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氛围。那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展览，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欣赏到各种不一样的一个作品。那这一次的展出呢，预计从8月1号到8月30号为止，那为期是1个月。那之后呢，我们也都会陆陆续续有一些展期的一个推出。那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除了到公所来洽公以外，也可以来这边欣赏我们的作品。赖青梅老师自细汉受到父亲的影响，时常早日画板画出家乡的景色。伫个美国读美术的时，学习西洋的速写，先以速写写生，将美丽的景色扎入去画色，然后搁再整理出一把一把完整的作品。即届展出的优惠作品，大多数以台湾为主题，有大自然的山林、溪流的美景，以及生动传神的人物等。我这个主题加鲜明，就是要把美丽的台湾表现出来。
那整个来讲，总共有42幅，我觉得每一幅都是我的呕心创作。好，我嘛刚刚讲，我从开始学画到现在，我等于是没有后悔，一直娱乐了我的人生。赖清美老师本身嘛是台南市清风书道学会理事长，唔定毛笔字写得好，现场将近48个油画作品，拢是近年来的创作，唔定展现台湾山川的水，同时嘛展现台湾400年来人民安和乐利的生活。即届展期对8月1号到8月31，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用到南区区公所来参观。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经济部积极协助在地产业以及中小企业升级，包括导入超低杂讯振动感测晶片，协助自动化大厂确保设备高精度及稳定性。另外，成立1甲子的台南制所大厂一德金属也和工研院合作，导入水质物联网感测系统，打造监控金属电镀厂废水处理流程，成功减少80%用水量，大大提高产业竞争力等案例，也让这场台南科专成果展在产官学研等贵宾见证之下，在南台湾创新园区展现满满的成果。2、1，让我们以最热情的掌声来预祝活动圆满成功。累计过去的3年的话，我们总共做了400件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技术的研发技术的一些转型升级，那累积创造出来的这个产值有高达150亿元足证说我们经济部对这个台南产业的这个发展相当的重视。工研院的这些感测技术刚好就可以帮我很大的忙，在这一方面可以帮我开发这些产品出来，所以传统加上科技这些有数位化、智慧化的产品，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这些传统的那个厂商会有很大的可以转型，可以成功。在全球数位化及净零碳排的浪潮下，半导体、AI 及净零排放已经俨然成为企业转型的主轴，也是目前台南经济发展的重要项目之一。希望让台南的传统产业永续发展。人工智慧这块尤其是智慧化这块，包括讲咱为传统产业到科技产业拢有中上以上的人工智慧上已经做得很好了。但主要是让传统产业没有落实。今年活动总共展出13项技术成果，吸引在地企业、台南市中小企业协进会、总工会等单位踊跃参与，希望开创台南产业的新方向和新的契机。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一走进芭比快闪店，陈列各式生活用品、提袋及服饰等精美商品，让芭比迷绝对不能错过。芭比的快闪店，然后里面有一些小朋友可以体验的，然后里面有看到很多限量版、美国限量版的芭比，然后小朋友有那边就是少女梦就会有一些镜子然后漂亮的东西，然后可以让他们装扮。粉红色展间，毛茸茸的玩偶，市长谢国良和议员宋伟立都忍不住自拍留念。3、2、1，基隆粉红夏日艺术季正式开始。基隆渔会正滨大楼90岁的古迹，今年暑假化身成为粉红市集，一直到8月18号，连续5个周末举办期间限定粉红夏日艺术季。芭比娃娃的总公司所合作的一个快闪店所以这是一个喜欢芭比娃娃的朋友们一定要来的一个活动，为期5个礼拜。另外，我们也邀请了很多的艺术家来做一些粉红的创作。假如有穿粉红的观光客朋友或市民朋友过来玩的话，那就可以来抽奖，领取一些小礼物。基隆市长谢国良、文化观光局长江婷梅亲自到各展间参观，12位艺术家驻点在这里，分享他们的作品。
它就是木头跟水泥就是建造的，就是混搭的那个风格，我觉得蛮漂亮的。然后在里面展览的话，就是它其实可以让作品我觉得更有气质，就是搭配一些木头跟一些水泥墙，然后空间其实也都蛮干净的。像我们这个艺术家，他用他的画作来去呼应我们这次这么巧，刚好呼应我们这次的一个艺术的一个颜色哦。刚刚他跟我分享，其实他觉得快乐它就是这个颜色，它没有别的，而且他认为它可以融合在自然或者是我们想象里面。所以我看到他的画作，我觉得好感动。因为我们现在主要做的是第二杯，因为我觉得你很适合这一第二杯，因为爱自己的女人最美丽，就是一个美丽的主持人。谢谢你。正滨渔会大楼变身成为粉红市集，搭配饮品，让民众随着自己的心情制作专属的饮品。我选爱自己的女人最美。我们在做完饮品之后，会让客人来到这边去装饰他自己的饮品，因为我们这次有跟芭比联名嘛，那我觉得打扮是一个女人很重要的精神，所以我们希望在饮品上面，他们也可以打扮自己的饮品，就跟他们打扮自己一样。那除了我们邀请今年全球65周年的一个芭比来做大型快闪店的一个活动之外，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我们邀请12位很好的艺术家，那他们对于我们这个城市以及用他们的作品来呼应我们这次一个艺术的粉红夏天。那在这个5周的过程当中，除了你可以欣赏艺术家他们的所有作品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一些市集，也有一些咖啡，还有一些饮料。基隆正滨大楼结合了粉红元素，连续5个周末邀请民众走访基隆，感受到海岸线的人文和风情。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小朋友们轮流登台，摆出酷炫或可爱的 pose， 有模有样的走秀，展示身上各式主题的巧妙穿搭。原来他们参加今年桃园8的名人社区发展协会所举办的儿童夏令营，其中老师以社区推展的回收二手衣进行时尚穿搭教学。除了教导学员如何穿搭，也设定主题让他们来场时装走秀，还加码演出温馨家庭喜剧，让学员练习如何穿搭来扮演角色。许多同学们还现场加戏，十分有趣。主要就是让孩子能够懂得颜色的冷色系跟暖色系的区别，然后去做穿搭。另外呢，也能够在走秀的时候呢，来让孩子们能够在舞台上走上一个自信跟魅力。第3个就是我们重点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展演一场戏剧。这个小小的剧场主要就是家庭的一天，那这家庭的一天，也就是让孩子能够在平常的一天里面多去观察家里的成员，然后彼此的对话跟关心，然后再来就是尊重。学员们也分享自己的穿搭理念以及演戏感想，有的是家人帮忙选的，也有的是呈现自己的主张。尽管有些紧张，但都努力克服，认为课程十分有趣好玩。因为这个是我阿嬷买的，有亮片。那你刚才上台有没有紧张？有，可是我还是呼吸勇气勇敢上台。我喜欢他举办的活动，因为之前在学校上舞蹈课有走秀过。走秀过哦，那可是这次是跟大家一起走吗？还是觉得很好玩。越南的奥黛。然后那边女生传统服饰，然后里面会有一件裤子穿着，然后材质比较凉。就是妈妈有一个朋友去越南回来，然后送给我的。我觉得就是可以体验到演戏，当然就是之前也有比赛过，但是想说把机会让给其他人，所以这次我就没有上台演。自己搭的，我觉得这一件衣服很漂亮，因为我喜欢猫咪，刚好家里有猫咪的耳朵。因为我没有来过这里，这是我第1次来，然后呢，觉得这里举办的活动很棒，很好玩，因为这些扮家家酒什么的我都喜欢。今天搭的衣服是我本来有一个很喜欢的衣服，本来要搭，阿嬷就跟我讲这个
这个裙子跟这个衣服搭在一起更漂亮。那这个包包也是阿嬷特地说我可以带的，我就带了。八德名人社区看板夏令营已迈入第4年，今年携手旗舰计划的4个社区，在7月初开办为期1周的儿童夏令营，时尚穿搭只是其中一堂课。另一位老师也分享其他课程设计，更展示小朋友所写的感谢信，让社区志工和老师们都感到十分窝心。那我是以无感的方式呢来设计学习单，希望小朋友用他的各种的五官，然后去感觉他生活周遭的一切。然后，所以小朋友其实他们都有用心的体会之后呢，他们其实都有做了很丰富的记录，再加上他们的创意和巧思，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完成很丰富的学习单。那小朋友其实他们都很懂得感恩，他们在就是这个短短5天的夏令营里面呢，他们就是会利用一些感谢的方式，像你可以看到我们右边理事长，他们呢又看到收到这个小纸条，还有小朋友给的小礼物，其实呢我们这些做老师的都蛮感动的。透过夏令营，八德名人社区期盼能够让小朋友认识社区特色，学习新技能，也发挥创意，有得吃有得玩，度过充实暑假生活。记者刘雨婷桃园报道。